南投民间乡反分化路自救会也有环保团体，今仔日早起是去世界第一博览会来抗议。因是表示讲，国庆迄暗放烟火都已经规个硬蓬蓬，证明讲当地环境烟是透袂出去的。反对政府阁继续推动基本素分化场。 烟火伫鸟路溪边放，未少人来欣赏。暗过因为当暗空气扩散条件无好，现场拢是乌烟，事后引起民众怨言。民间乡反分化路自救会也个环保团体12夜到伫坡会场边啊抗议，因为烟火状况就证明南投的地理甲气象条件就是扩散困难。那政府一定要伫民间去分化路控火，影响民间第三业经济。我们在南投这边，在这个 空污扩散大概是全台湾最困难的地方，还要释放更大量的烟火，4万多发。焚化炉盖下去之后，不是解决垃圾问题，是我们的秃头问题，健康也出了问题。然后我们的经济的茶叶、好山好水都消失了，那你觉得值得吗？不过，这摆抗议活动无申请警方也到场夜班经过。现在请南投生活应景工作室陈荣兴。 好，姐妹，我们来这边我们的在地的。烟火烟雾伫空中滞留无线，南投县府表示是因为地势低加上风势弱，才会造成部分地区拢是烟。不过分化路选址甲烟火放的地点相关条件完全不同，并提来评论。 国庆烟火的部分，因为东北地方比较弱，而且释放地点又是在这个市中心的区域，的确风速会比较小哦。那其实我们这次焚化炉选的场址是在浊水溪的河畔，所以那个空间基本上跟市区没有办法相比啦。那相关的扩散条件也会比市区来得好很多。 环保局也强调，放烟火会符合安全燃烧的状况，才会产生烟。不过焚化炉未排放烟，相关废气处理也拢会符合法规。不过对南投县府讲法，自救会无法度接受，会继续反对去焚化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